各位好，歡迎收睇呢一節天文台嘅天氣節目，我係黎宏俊。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嘅偏東氣流正係影響住廣東沿岸。嚟到大概7點鐘，各區嘅氣温係介乎喺21至到23度。天色方面咧，喺衛星雲圖可以見到一道雲帶正係覆蓋住華南沿岸地區。不過預計雲與雲之間會有啲罅隙，咁所以今日日頭咧會見到啲陽光嘅。今日嘅天氣咧會係大致多雲，一早一晚有一兩陣嘅微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同埋乾燥，最高氣温大概26度，吹和緩至清勁嘅東至東北風，離岸同埋高地會間中吹強風。而我哋預計喺聽日呢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嘅偏東氣流會繼續影響住廣東沿岸呢一啲嘅地方，風勢都會幾大下，但係去到星期五咧會稍為緩和㗎啦。而去到週末期間至到下個星期初，一股東北季候風會影響華南地區，到期時呢一啲嘅地方嘅氣温咧就會係稍為下降㗎。而香港嘅天氣展望方面，預計聽日咧風勢都會幾大下，會係短暫時間有陽光。而去到星期五咧係日間炎熱，週末期間氣温咧就會稍為下降㗎。天氣講到呢度，下次見。